好多人都想知道自己嘅八字揾唔揾到錢。原來八字裏邊咧嘅十天干日元有冇藏富，或者流年大運有冇富咧，都睇到你嘅揾錢嘅能力啦，同埋機遇嘅。下邊會有個連結，大家可以揾一下自己嘅日元，唔係去日本使錢個日元，係呢個日元，而知道自己天生嘅財運際遇係點樣嘅。甲木、乙木嘅財富係戌土，換言之，你哋行9年嘅財運係特別唔錯嘅，仲要相沖嘅條件，例如係辰戌相沖，或者你哋嘅八字有冇一啲土嘅相沖，但係相沖亦都會有時會代表健康嘅出現狀況問題。丙火命、丁火命嘅日元財富係丑土，換言之，你哋行牛年嘅財運係唔錯嘅，亦都要配合相沖嘅條件，就係丑未相沖。戊土命、己土命嘅日元，你哋嘅財富係辰土，換言之，你哋行龍年嘅運勢嘅財運係唔錯嘅，仲要配合埋相沖嘅條件，例如係辰戌相沖。辛金命、辛金命嘅日元，你哋嘅財富係未土，換言之，你哋行羊年嘅財運係唔錯嘅，仲要配合埋丑未相沖嘅條件。最後壬水、癸水命嘅日元，你哋嘅財富係戌土，換言之，你哋行9年嘅財運係唔錯嘅，都要配合埋相沖嘅條件，就係辰戌相沖。相沖係代表財源廣進，亦都有機會財來財去。要把握好運勢，要有良好嘅運勢，同埋要把握好，即係例如你平時係好努力、好上進嘅，有呢個機會嚟嘅時候，你就比較容易把握到。而頭先所講有財富嘅人呢，亦都代表有聚財儲蓄嘅能力，有富嘅星比較容易儲錢嘅，財運都比較好一啲。